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东桥重划区首次来引进53席的智慧停车柱，另外也因应地方社区的要求，5个大社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沿路呢来设置5支的智慧充电柱那我想台南市是这个发展智慧停车最快速，而且范围最大，而且营运的时间最久的城市。那我们也在第2期呢扩充我们智慧停车柱的功能，加上智慧充电桩，对于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充电的时候来顺便补电，然后解决他们的里程焦虑，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在这个东桥重划区来扩大建置智慧停车柱以及相关的充电柱的效果。那希望可以解决民众停车跟充电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目前我们永康区东桥里的人口数已经破万了已经来到10500多人那未来这1-2年大概有将近4000户要入住以及新建当中可能未来人口是会来到2万人的那么多那东桥里还有总图，还有大 7， 还有很多的公共建设在我们东桥里，所以我们的观光客，我们在地的人口数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很多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停车位，还有一些充电桩。以我们社区而言，很多住户他必须另外一台车停在外面，或者是停到公共的停车场去，那变成造就于说，其实我如果晚上，大家下班回来，其实路边停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们当初会争取这种电动桩，也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车位装电动桩，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访客。因为外地来的，他可能想要充电，他找不到充电，那可能他在这种路边，他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这边总共有5个智慧充电桩，总共要在深设置53处智慧停车柱。所谓智慧，就真正是全能，就是说停车付费就一次完成，就不用再拿纸本的停车单，又担心被雨淋湿，又担心被自己忘记了，造成不必要的罚款。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智慧停车柱跟智慧充电桩结合在一起，也获得了财政部的这个表扬，获得2次的金擘奖。我们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台电的支持，因为这边就必须要在大楼盖好了以后，人行道做好了以后，才可以开始设置智慧停车桩。因为如果大楼没盖好，那可能很多管线然后布线，人行道还没有设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智慧停车。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施作的顺序来在一些重划区已经有人行道的地区，大楼已经盖好的地区，因为大楼盖好才有住户，住户才有这个使用的需求嘛。我想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台南市更快速的迈进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也感谢刚刚提到议会跟台电跟交通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南成为一个智慧新都。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月1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应用高龄化，对着2点钟就需要换成人料住的弱势家庭来讲，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大安药局特别成立公益平台，汇集各界爱心，将400箱的料珠捐赠给东区区公所。另外，台湾伟达公司嘛特价赞助20箱的担巾仔。希望帮助东区英民之家以及大内顶有需要的家庭。这一箱一箱的成人尿布，拢是要捐予东区英民之家以及部分大内弱势朋友。因为物价一直起，对着平均2点钟台换尿珠的家庭来讲，已经是真沉重的负担。对处伫中校里中5000安的引荐出行。台安药局汇集各界爱心，捐出400箱的尿珠予东区公所来运用，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另外，台湾伟达嘛赞助20箱淡的棉纸，14号拢由区长代表收证，中面运行。
这些物资我们都会捐赠给包括我们区里面有需要的一些弱势长辈们，以及我们这次也特别的捐赠给我们的荣家我们的荣民之家。那另外我们也发现就是在我们的西北的部分呢，相对的社会资源比较稀缺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跟我们的一个大内区公所来合作相关的物资也会送到大内区公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循环。那透过大家这样子的爱心然后能够聚集，然后聚沙成塔然后汇流成河，然后把这样子的爱心化小爱为大爱，把它传播出去。台湾今年2025年就会开始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就是有1/5以上的人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我们会希望这些长者除了活得比较久以外，也可以活得比较有生活品质，然后也有比较好的照顾。那所以我们这次才会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方案。那我们长期也是在一些社区做一些卫教啊、讲座或是一些公益活动的推广。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在进行更多这些的公益活动，这样。该爱心公益行动伫这些民代贵宾的见证之下，但也叫马家东区区公所签订灾害防救支援协定，提供民间的物资和灾民避难收容来使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定，我们都知道，在灾害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受伤的情况那大医院或是中型的地区医院可能会挤满了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病患，所以希望透过我们台湾医院台湾药局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协定的签订让能够在民众有一些小的受伤或是一些皮肉伤，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处置关键东港天气虽然冷叽叽，不过会场内却是充满爱心、笑呼呼。正因为政府资源有限，不过民间力量无限，特别伫过年前抛砖引玉，希望号召更加侪市民加入公益行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中西区大埔福德寺15号捐赠一台救护车，予市府消防局。市长黄伟哲亲身出席捐赠典礼，感谢庙方充分展现信仰甲公益结合的力量。这天同时嘛是传统习俗当中的尾牙，所以吸引不少信众前往参拜，热闹滚滚。台南市长黄伟哲摆上平安符啊，向征编号何为92救护车，正式加入救护勤务的行列。这台是由大埔福德寺结合信众的力量，摕资450万所捐赠。一天一台救护车拢爱差不多出勤，差不多10遍左右所以逐遍拢是你甲迄个时间你赛跑同款就是路内面的设备即马嘛拢齐全一台救护车能够有12导程心电仪，还有这个紧急电击器，还有足侪设备。全新的救护车唔但提升消防队的救护量能，更予市民完善的医疗资源。而且除了这台，预计伫115年会阁捐第2台。出来做报施社会公益，来捐予这个咱社会会当用咱救灾方面。预设这天拄好是旧历12月16日，是一年当中的尾牙，因此有不少信众来参拜。大埔福德寺发挥八公仔的精神，帮助社会，会当讲是强苗典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知名的财神庙安平转台金龙殿有全国独有的祈福仪式，就是把信众的生辰八字放伫镇殿福德正神形成的寿灵荷包内面，叫做牌八字。3当这一届，即开放到上千人去登记。甲福德正神的喙手掰开，胸腔头前有一块真水的寿灵荷包，内面装的是一个信众的生辰八字。除非是进行可疑，也无平常时是袂用咧摸。3当吃一摆，开放了后有上千人来小姐报名登记。这是真正是足好的一个这个时机点3当一到，所以我感觉是个实在是会当来大家当来遮来做一个祈求会当互咱8公仔来斗3工解决代志。牌八字会当赐平安，祈求保身、求运、家家等等。
不过这项文化是为20世纪开始，上早只好军官来写。日本咧统治咱台湾足侪去做军夫嘛，做军夫拢有去无倒啊，或者是讲去烧钱拢毋知安那，因此伫咱这百姓有诶丈夫有诶囝去扣着了后，大家拢感觉真烦恼，求助无门诶时阵，只有我来拜神，请咱神明甲咱斗骹手，讲嘛是真讲。真闲啦吼，因为有歹诶，大家拢平安顺利倒转来。流传到达 SARS 疫情诶时阵，庙方向神明请示，开放予一般民众，加上庙体空间较小，无法度设置光明灯安太岁，所以一派就是3档，相当罕见。咱虽然有太岁、光明灯，嘛有财煞、边关、车关，种种拢有。因此福德较有讲要甲咱派的即个情形哈。另外，每一档庙内的财神符啊，嘛是一信众一定爱求的信物，大档拢无共。想要摕到小港湿水甲利用的符啊，爱等60档。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大台南凌霄宝殿天公庙武陵宫迎接农历春节，推出驱动版游路车跋杯活动。民众只要伫农历正月初1到12，前往武陵宫，拢会当参加跋杯比赛。参赛券每一张500块，会当跋2届。经过初赛3个上杯，会当进入决赛。参加决赛上侪上杯，会当得到驱动版的游路车。画面上，这台纯白驱动版小绿车，市价大约780万。上午才由着车厢开到大台南凌霄宝殿武陵宫的庙前来亮相。这是今年大湾天公庙武陵宫准备伫农历春节期间举办的竞杯比赛的上大奖——驱动版小绿车。定在农历的正月初1，跋到农历的正月12。中到12点，凡是当这个有3杯的进入准决赛安尼，一张券比赛办法一张券500块，会当跋2摆，有分 A 卷甲 B 卷，一张券跋2摆。当然啦，这个满3杯，咱拢有这个。迄个录影为证的现场录影为证，到农历正月12，在礼拜日中到12点的截止啊。进入准决赛的人，就是礼拜，有哪共款出卷咱袂讲以看卷为准，按住2点开始 PK。所以第一关杯，就会当人钓到啊！咱这台托克达驱动版的。为伫影控大湾凌霄宝殿天公庙武陵宫，每年春节期间拢会推出文化季的活动。今年除了驱动版小绿车的 PK 竞杯比赛，每一张参赛券500块，都有2届的跋杯机会。另外，还佫有跋发财金。大湾凌霄宝殿欢迎民众伫新春假期做伙来武陵宫行春看热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近年来，伫台北、台中甲高雄真流行的无菜单知名品牌铁板烧，伫府城首次进驻火车站头前的百货公司，而且佮推出台南限定16道料理。每一道拢是铁板烧师傅的职人手艺，做回来看卖。北部知名无菜单铁板烧品牌明水然乐，在府城消费者敲碗声中，首次进驻星光3月台南中山店。依照业者在各地直营店，在1个月前开放定位就秒杀程度，
加上国内外观光人口增加，业者更看好台南车站附近人潮与消费能力。我们这个品牌首度插旗府城真的在台南地区民众的敲碗声中总算可以顺利进来了。那我们过去呢都是整个套餐1600是总共14道菜，不过呢从台南开始起跑，我们会调整为16道菜然后呢，因为我们既然标榜是无菜单料理，所以呢每次来可能你隔周来，它菜单都会有调整，希望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铁板惊喜。以无菜单铁板烧为号召的名水然乐，主打集团的肉品与海鲜，主要食材除了有 A4、A5 和牛与生猛海鲜，有龙虾、鲍鱼等，其中龙虾三吃更考验铁板烧师傅功力。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使用的是生猛活龙虾，而且我们把一个龙虾呢做成3吃，把整个龙虾的吃法发挥到最极致这不仅是就是一个怎么样擅长的利用食材，更考验我们铁板师傅的功力。更大的卖点就是 A5 和牛，对，所以呢，等于是说 A5 和牛跟龙虾三吃呢，是我们套餐的特色，也就是所谓的标配。业者表示，因为强调无菜单料理，因此食材会依照当天渔获与海鲜搭配。如果民众有自己喜爱食材，也能提前3天预定。业者从即日起到1月28日是营运期间，民众只要来店消费，还加赠美果特调气泡饮1杯。记者林盈根台南报道。在一般人的眼中，是废弃物的菱角壳甲旧希望啊。经过城大教授林丰平团队多年的研发，已经成为经济价值真悬的环保集团的材质。其中超过40档的本土企业，嘛成功引进枕头、棉被等等相关的产品，不只会当发挥净化的效果，更有远红外线保暖，在这波寒流成为热销的产品。现在棉被、枕头等相关寝具顺应环境永续也有了新的突破，也就是将农业废弃物菱角壳变成经济价值极高的生物碳材，而且还结合回收旧渔网的尼龙复合成新的材料。深耕40年的本土企业在成功开发以后，也透过户外教学的机会来教育下一代循环经济的观念。除了耐久、祛湿、除味，还有远红外线的保暖，特别在最近一波一波的寒流大受欢迎。有科技的一个就是做法，然后把大地的一些就是资源再利用。所以我们今天现场看到了意境的沉浸事实上发挥科技的功能薄薄的，但是摸起来舒服，甚至保暖度非常的高。科碳因为它是用生态林教授的技术伊经过1000度的煅烧，所以1000度的煅烧了，伊有足好的远红外线释放率和保暖性所以伫这个寒天的时阵，阮甲做成棉被特别适合因为伊的保暖性足好阮有试过用棉片甲放伫咧手顶管以后，5秒钟伊就开始保暖啦为让大家知道将废弃物化身永续材料的新革命，已经落实在我们每一天都会使用的棉被等寝具相关产品。从中央到地方，产官学各界贵宾都到场见证，场面热烈。这个菱壳变成碳然后变成棉的棉纱NaturPC 用纤维这样保暖、保持温度成为我们枕头很好的枕头的这个材料，而且刚刚有提到了副总的远红外线我睡着就会觉得红外线在照了但是对身体是好的迎接新的一年，业者表示，消费者只要在1月19号之前到厂拍特卖会，就可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当季新品，为年节除旧布新，迎来新气象。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农历春节愈来愈近，真侪民众拢已经伫咧款年货。伫海产的部分，亲像白抢、透抽等等，拢有起价，平均比去年贵1成左右。所以家人鱼会也准备了年节的礼盒，强调无起价。同时，阁有特价商品，亲像白虾、黄鱼、鲍鱼等等的鱼货，拢有降价1成以上。
农历春节脚步近了，象征年年有余的白鲳，还有龙虎斑等各种海鲜，都是家庭主妇必买选项。不过，不少民众发现，今年的海鲜似乎涨价了。贵很多？怎么说？什么东西贵很多？什么都贵啊，不便宜了嘛。进口白鲳一尾约700克，去年900元，今年已经破1000，涨幅大约1成。大明虾今年产量减少，价格跟着涨2成。从每公斤1000元涨到1200元。每年过年那些鱼类哦，大概它都随着季节性，供需的问题调涨，大概源头都会调涨一些啦。那今年大明虾真的是碰到它的产量不好，所以它涨的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量它不是很多啦。天气的不好，渔民呢渔获量真的很少，达不到去年的水平。而今年日本干贝去年滞销价跌，今年也回到以往价格。不过越接近过年，价格恐怕会继续上涨。日本今年的产量 OK， 然后大陆那边应该有销了，所以它的价格就回升到以往的水平的价格了。但是它这个月说还要再涨20块，涨30块。因应过年，基隆区会推出3款海鲜礼盒，搭配不同组合，让民众整组买回家，还可以省下一些荷包。3600，哎，2600，1600。基隆区会门市过年前假日都没休息，工作人员一天要补货3到4次，就是要应付人潮。像我们同仁都要留下来把那个宅配单，比平常多了几成。虾仁鲍鱼、小卷，还有这个虱目鱼，还有过年现在最夯的就是白鲳啦、黄鱼、龙虎斑今年销得很好。今年海鲜都有微幅上涨，就怕民众买不下手。基隆区会推出了年节特卖商品，有鲍鱼、白虾、乌鱼子、黄鱼、虾仁和透抽等，都降价1成左右。希望平抑物价，帮民众能省多少算多少。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高雄市凤山区北门里活动中心附近一带，因为较偏僻、空地较济，常常有人饲流浪狗，造成野狗结规阵，不但半暝乌白叫，阁会走入去社区找物件食，互附近的居民非常的烦恼。厝内有囡仔的住户嘛惊会受到野狗攻击。被抓获的野狗发出低吼，还不时嚎叫，显现出敌意。这里是高雄市凤山区北门里活动中心附近一带，由于位处偏僻，加上空地多，经常有人喂食流浪犬，导致野狗聚集成群，不但常在晚上嚎叫，更会窜入社区觅食、咬坏物件，或是在路口乱窜，让附近居民非常担心。家中如果是有小孩子的住户，更担心会遭受攻击。暗时啊，拢肥到吼，真正拢大家拢无法度困，然后搁甲阮的鸭啊夹甲规个，阮兜吼差不多10几箱鸭拢互伊夹歹去啊。野狗吼，伊佫拢袂惊人，佫足歹的，所以阮嘛惊讲伊若走来遮走惯势，是毋是连讲阮囡仔若走出来，伊也夹着，这是要安怎？这边巷口出去，马路也很大，那我们也很担心那些狗从外面那个出口窜出，会造成那个车祸伤亡。目前这个野狗是越生越多了，那相对之下就是一直长期以来就是有人在喂养，那这些喂养人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说我们这边是住宅区，那野狗其实他们的野性攻击性都特别的强，然后因为这些野狗的活动范围很广，他们可以到我们对面那个活动中心，然后右边是到我们博爱路那边，他们活动范围非常的广，然后我们旁边又有绿廊道，附近的住户又很多都在这里运动，那我们也会怕说这些野狗会攻击附近的住户，那我们也有拜托那个我们的动保处来协助我们抓这些狗回去结扎。虽然动保处接获通报，与北门里里长合作捕捉浪犬，今年就已经拍案7次，但因有心民众的喂养，甚至将笼里的野狗私放，导致捕捉执行困难。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停止违法行为，后续也会协请环保局加强稽查。有关凤山区北门里有浪犬聚集情形，动保处呼吁民众勿喂食影响环境清洁，遏止食源供应，避免浪犬群聚。
针对不当喂养造成环境的脏恶行为，后续也会协请环保局来加强稽查。由于聚集的野狗相当有警觉性，繁殖也相当快，里长和在地居民都希望有心民众不要再喂养，让流浪犬能够赶快捕获，完成结扎之后开放认养，才是流浪犬最好的生命归处。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哪里撒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呐。关注好的内容，让生活不再迷惘。善用网络，转出精彩人生。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4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